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初3。今仔日的经文是149篇诗篇。出埃及记第9章第1节到第7节。哥林多后书第12章11节到2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提醒。提醒应该是讲较正向的一种讲法。语言较属于信仰上的讲法，警告就比较较即个负面，也是讲较强烈，有一种紧张性。其实伊的功能甲目的作用拢真相同，也是讲对方，也是讲某一个人、某一方面的人提出一寡预告，将会发生的代志。安尼讲，伫政治协商顶悬，常常会用即种方式，照着步数一个搁一个来进行。伫咱前几工也有分享过即个政治顶悬的谈判。上帝真正对非以色列人比较歹吗？真正拢无互因机会吗？最近咱一直咧甲大家分享，无所以咧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出来伫中间10个灾难，其实是因为埃及的法老王一再想要借着家己所相信的生命来对抗上帝，所以因此一摆搁一摆，虽然拄着困难，听着提醒，但是犹原一摆搁一摆来心讲的。失败了后，佫想讲好啊，无过去，互以色列人离开啦吼。但是可能有边仔人佫甲讲，袂使哦，使人一个安尼吼。伊就佫一摆想讲，我所挖靠的生命一定会当互我赢过摩西所讲迄个上帝啦吼。所以咱今日的经文来看，上帝找摩西去甲即个埃及人提醒，也是讲去甲警告。经文来讲，你入去见法老，甲伊讲，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着准我的百姓去，通服侍我。你若毋肯互因去，犹原勉强留因。看耶和华的手要伸伫你会田的前生，马、驴、骆驼、牛群、羊群，要有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人的前生，甲埃及的前生。凡若属以色列人的，无死一只。亲像对以色列人共款吼，上帝一摆搁一摆互因机会来悔改，但是因一摆搁一摆来得罪上帝。相反，因也需要面对上帝的刑罚。可能咱嘛会当用执迷不悟来形容即种的情形啦吼。搁进一步，咱嘛会当讲吼，忠言逆耳啦吼。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其实嘛是安尼。咱对哥林多前书开始看，哥林多教会有侪的问题，因特别是即个听的特质搁较欠缺。然后搁较害是因竟然怪罪保罗。亲像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的，咱也真难得看到保罗安尼用真强烈的言辞来为着家己辩护。11节伊安尼讲，我真做戆，是恁逼着我，因为我合着该互恁学了。我虽然无什么知地，实在无较输遐个上等的使徒。使徒的证据，我个人用百般的吞忍来行伫恁中间，就是遮的调头、心热、宽容。除去即项，我无连累恁。以外，我还有啥物毋值得质疑的教会？即个无公道的所在，请恁宽容我。保罗所面对的问题也真亲像今仔日济的牧者、传道者伫牧会顶悬所拄着压力，
教会会无理解啦，教会无听真道的教导啊，提醒啦，信徒对传道者无谅解啦，因不但哥林多教会信徒不但无信真道，搁伫教会内底分党结派，摕同工来比较。咱今日经文也看到，哥林多教会计较使徒因的费用，所以保罗用自费来甲因对话。这个对伫使徒教会的生活，其实事实上对耶稣基督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安尼来提醒。但是哥林多教会却是真坚持来照家己的方式来行，无要听劝勉。因所做的其实并无有比埃及的法老王或者是埃及的人好到对倒位去。因毋听提醒，毋信可劝，无接受有言，无要领受警告，将来拢有可能亲像法利赛人同款，来离开上帝的救恩。愿上帝帮助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9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9篇，出埃及记的第9章第1到第7节，哥林多后书12章第11到21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提醒。提醒其实是比较正向的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预言是比较属于信仰上我们在使用的说法。那警告的话就比较负面，或是说比较强烈，或具有紧张性的。但事实上，所有这样的说法的功能跟它的作用都是很雷同的哈。就是说，向对方呢，或是某一个人呢，某一些人呢，提出预告将有可能遇到或是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这样的说法，时常在所谓的政治协商当中时常会使用到这样的方法。循序渐进的，这是我们前几天也讨论过的事情。那我们要想的是，上帝真的对以色列人特别好，比法老王好，真的是这样子吗？上帝对非以色列人都不好吗？都没有给他们机会吗？这是牧师最近一再跟大家分享的，在出埃及记的记载当中，10灾其实是因为埃及的法老王一而再而三的想要借着自己所相信的神明的能力来对抗上帝，因此一次又一次的心理刚硬。虽然他每一次在失败之后，他就想说好吧，我就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了，那就没事了可是也许是旁边的人提供这个献祭就告诉他应该要做怎么样所以他又相信自己的神明可以来对抗上帝，对抗那一个摩西背后的上帝。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的，上帝让摩西去到埃及去提醒、去警告他们。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你去见埃及王，告诉他，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放我的子民走，好让他们去敬拜我。如果你再拒绝放他们走，我要降一个可怕的灾难来惩罚你。你所有的牲畜，就是你的马、驴、骆驼、牛、绵羊和山羊，都要遭受严重的瘟疫。我要使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都有所区别。
以色列的牲畜一只也不死。我上主已经决定在明天实现这事。这个是上帝要摩西去告诉埃及法老王的提醒、预言、警告也好，都一样的意思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其实我们就想到以色列人其实都一样的，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得到上帝给他们的机会悔改，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得罪上帝。相同的，他们也是需要面对上帝的惩罚。在旧约也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或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成语啊，执迷不悟来形容吧。更甚的，我们也可以用忠言逆耳来形容这些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哈。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开始就看到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那个爱的特质更是特别的缺乏。然后更糟糕的是，他们竟然怪罪起保罗。因此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很难得的看到了保罗用非常激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他这样说哈，我竟像一个蠢材，是你们逼着我这样子的。你们原应该赞许我的，纵使我算不了什么，我也没有不如那一些超等使徒的地方。在你们当中，我用各种各样的忍耐，又借着奇事异能和神迹向你们证明我的使徒身份。除了我不曾拖累你们这一事实，你们所受的待遇有哪一样不及其他的教会呢？这是我不公道的地方，请你原谅我吧。保罗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正是今天许多教会牧者在牧会的压力的来源。教会的不理解，教会的不听教导跟提醒，信徒们对传道人的不谅解，不但不信真道，更在教会里面分党结派，拿同工互相比较。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哥林多教会信徒计较使徒的费用，保罗以自费来跟他们对话这些其实对使徒或是教会的生活，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就已经开始提到这样的提醒。但是哥林多教会却是一意孤行，他们的作为其实并没有比埃及的法老或是埃及人好到哪里去。他们不听提醒，不信劝告，不接受预言，不领受警告。这些情形，这些人都将如同法利赛人一样，就远离了救恩。求主帮助我们。